屋企嘅面積唔夠住，想玩大平層，係咪又會覺得佢嘅單價高，佢嘅總價亦都會高啊？但係今日咧，我揾咗一個寶藏地方，中山西區188方嘅大平層，睇下呢種感覺，南北對流嘅呢種視野無遮擋嘅感覺，呢種先係大平層應該有嘅感覺啊嘛。咁佢嘅價錢只需要6000零蚊就可以攞低。嗱，188方嘅戶型，4房3衛，我哋先睇下佢嘅戶型究竟係點樣嘅。入門口咧，呢一邊佢就送咗一間長輩房俾你先。呢度嘅實用面積咧非常之高，實用率去到120%。咁呢間長輩房做出嚟嘅空間感咧，完全係夠細使嘅。咁我哋嚟到餐廳呢度咧，做一張大圓台，咁呢邊再放埋一個餐邊櫃，10個人喺度聚餐，完全夠。咁嚟到我哋嘅呢一個廚房嘅位置，係咪會覺得佢嘅空間唔係特別夠呢？其實唔使擔心下，呢邊嘅話係會送多一個位置俾你嘅，你可以推出去。呢邊嘅話咧，都大概有3個方左右啊。呢邊整出去之後，咁你嘅廚房就超級大啦。咁我哋再睇下佢呢個露台嘅位置，副陽台嘅呢個露台啊，呢邊啊放一張咁樣嘅餐邊台啊，都仲有咁闊落嘅位置，而且對面咧佢係一個農業用地，係唔允許再去改造噶啦。以後都係咁樣嘅視野。我哋而家所在嘅2樓咁樣嘅視野，中唔中意啊 ？OK， 咁我哋再睇翻我哋嘅主陽台嚇。主陽台咧都係5.2米嘅一個闊度，喺度打高爾夫，哇，夠使舒服啊！嚟，哇，正 ，OK， 嚟，我哋去睇下佢入邊嘅啲房間嘅係點樣嘅先。嗱，呢度咧就係做咗一個兒童房啦，啊，做一個榻米 ，OK， 過到嚟呢邊一個工位，咁呢邊咧都係可以做多一間房嘅。嗱，呢邊嘅話咧，視野都係一樣嘅，完全冇晒任何嘅遮擋。重點係乜嘢啊？咁住得大平層，主人房肯定要夠大啊嘛。嗱，入到嚟一個私人專屬嘅入戶衣帽間，呢邊咧咁大嘅廁所，放埋浴缸，哇，真係舒服。主人房嘅空間咧都完全夠，放一張1.8米嘅床，仲有咁闊落嘅空間。呢種咪人生嘅享受感覺咯，人生得意須盡歡啊嘛，係咪先？住樓都要住得夠舒服，先至會有大平層嘅感覺啊嘛。住大平層咧，最緊要係乜嘢啊？第一個空間感要夠，第二個咧佢嘅視野一定係全部冇遮擋嘅。咁啱先都有講到啦嚇，呢邊咧係農業地，以後都係咁嘅樣，視野完全 OK。咁呢邊咧前面咧就係疊墅產品，總高咧你而家所見到嘅就係咁高噶啦。你嘅樓層只需要買到4樓以上咧，佢嘅視野空間都非常之舒服。喺中山咁嘅單價可以買到大平層，你心唔心喐啊 ？OK 啦，想要呢一個樓盤嘅詳細資料包嘅啊，可以私信我 call 我 OK 嚇，下期再見，係咁。